至圣的上帝伫你的圣殿，阮心中充满敬畏的心。河顶的云顶，真紧的时间，自阮要纪念30年前上帝你圣心，伫即间软正的教会顶悬，你的圣心伸手，你复兴即间教会，你驾驶即间教会，你开阮的目睭，互阮明白上帝你的话的尊贵甲要紧。阮伫你的面前虽然微微，但是阮却有一个新的愿望，通对上帝你来恳求。祝福即间教会真侪乡村的教会的见证，互众人知影，上帝你毋是干那看过大教会，你嘛看过小的教会。祝无论大间教会、小间教会，若敬畏你，专心伫你的面前，祝你要互你家己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大大通归荣光天父上帝你。啊！伫即个暗，即个清早的阮的礼拜时，阮的圣歌队要用即条诗歌做阮的祈祷。主伫阮中间，你做王，你掌权。主啊，到永永远远。主，这是即间教会永远袂通放袂记的，也是阮要教阮的囡仔学习的一个真要紧信仰的精神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即间教会会当清气秀，互即间教会会当有真理的智慧，也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来掌权，互阮所讲的公道，毋是空空的道理；互阮所仰望的上帝，毋是看袂到、望袂到，乃是一个甲阮同在、陪伴阮的上帝。愿你伫阮中间做王，伫阮的家庭做王，伫每一个阮的世界中间做王。愿将今仔日的敬拜，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，愿主你甲阮同在，祈祷我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兄弟大家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主，伫这美好的主日，咱要开始咱的敬拜，咱来唱你的恩典够我用，主的恩典高压咱用。每个季节，恩典自由满满。
来行，咱就存这个望主来祈祷，接续咱来吟一世人对主来行。耶和华，我要敬拜你；耶和华，我要学了你。阮一世人要对你来行。唱一首祈祷的诗歌，咱要用上敬虔谦卑的心来唱这首祈祷的诗歌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不要丢弃我，使
万国啊，恁着俄罗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永远直地，恁着俄罗耶和华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虔诚行你面前，无伫看愈世间俗事，他行阮的伊受事，上帝讲秘密的相。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学了咱的上帝。圣诗61首，圣父上帝踮天顶。圣诗61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人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上帝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第33篇，启
经文33篇，恁究竟要将治罪比评上帝？用什么形象甲上帝比拼啦？恁举目看顶面，看治罪创造者的，照笑目带遐个万军出来，以一个一个称因的名，因为伊的大权能、大气力。连一个也无欠过。雅各啊，你声思讲，以色列人，你声思讲，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。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。你减袂知嘛？你减袂听见嘛？永远伫地的上帝，耶和华创造地极的，伊无野也无善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。野善的伊予伊能力，软正的伊加添伊开力。少年人也会野为善，勇壮的人也会跋倒。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伫着新的开力。伊要亲像鹰鸟，天势飞悬。因走也袂厌，行也袂跣。这是咱过来吟圣诗，圣诗132首，欢喜救主做王。圣诗132首，请坐咧吟全首。这是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至尊至权，阮的阿爸天父，阮深深感谢你。今年的风台虽然真济真大，但是阮的兄弟姊妹拢有平安。
感谢你的看顾，阮嘛求你保守台湾即件受灾的所在，互因的家园环境会当较紧恢复。今年台湾地震甲风台拢真济嘛真大，台湾人嘛有真侪人面对着灾难会惊吓。主啊，求你安慰受灾者的心，守护因平安，嘛守护因勇气甲气力。2024年伫要结束，原本世界拢期待伫疫情了后，世界经济会当开始复兴，人民会使赶紧看到希望。但是，总是有一寡国家、有一寡组织，为着世界带来战争甲惊吓，互即一两年来世界的前路犹原雾雾无明。主啊，这个世界需要追求真理、追求正义、追求听甲希望的信仰。阮为着台湾甲世界来祈祷，求你互有国家影响力的正领袖心中有你的光照，好好照顾扶持家己的国民，确保上帝国的荣光，无搁注目伫向恶怀霸。抢夺别国的国土甲性命。伫即个安息的日，感谢上帝赏赐阮即礼拜有平安甲充足的恩典，嘛甲阮做伙陪阮的重担，带阮伫你的圣殿敬拜，求你临到，互阮领受你属灵的信息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
这是咱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10节到13节。以赛亚书40章10节，看主耶和华要亲像大官人的临到，伊的手的确为伊掌权。看伊的赏赐伫伊遐，伊的报答也伫伊的面前。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，伊要用手压我羊仔囝，抱伊伫胸前，慢慢带遐个，互羊仔属冷的。治水捌用手心酿这的水，用手虎口酿姜葱，用斗底大地涂粉，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平山头啊。治水捌测度耶和华的心，也是做伊的魔术来指教伊啊。咱再来看一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。以弗所人书第4章11节，伊所赏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甲先生，为着要互圣徒招备，来做找用的工，起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囝来合一，到成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心迄般，要互咱无搁做囡仔，互逐样假释的风摇带漂流，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，致到互人差谬的法术。是点伫仁爱讲话真实，互咱伫万项渐渐大，到伫迄个最头的，就是基督。对伫伊全身的结合联络，就是对百节的三接应，照逐体该然的运动，致到身躯哪长大，伫仁爱家己起造。以上。正道题目是上帝永远掌权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，请你甲你的手机啊关静音哦，这是咱做礼拜有当时下袂记得的代志。咱甲咱的手机啊关静音吼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你听惜阮。你互阮伫人生的中间，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成做阮心灵的家庭，互阮伫圣殿来追求你，也伫圣殿中间经历着上帝你的慈爱甲同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恭恭敬敬将阮所当信、当追找真理活命道路的兄弟姊妹，阮同心合意，手牵手。我们要做伙伫生命的中间成长，我们伫欠缺甲艰难的中间三体祈祷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这个教会，请做见了有进入这个所在，进入你的圣殿的人，伊伫你的面前找到活命，也找到幸福。至圣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源头，愿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恳求你用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毋是干那听讲道。互阮经历着上帝你同在，迄种的满足，主要是一个真正真实的体验，是真正拄着你，也知影主你是早伫地，今日伫地，将来你也要甲阮三甲伫地的上帝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伫阮中间来掌权。我安尼感谢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牧师要用这个30年前。咱的教会伫1994年5月初1个礼拜日的讲道篇，毋是迄个内容，但是是共迄个心意。上帝伫咱中间来掌权，时间咧过足紧，已经30年。
30年前，你若已经伫即间教会咧聚会，你一定会记得1994年4月24日，上帝亲自用伊的同在，互咱明白一项代志。伊毋是一个传说的上帝，伊嘛毋是干那一个记载伫圣经的故事内底的上帝。这个上帝是一个活，佮甲咱同在的上帝。所以1994年，咱的教会是生目睭发目睭，毋捌拄着的头一摆。使徒行传内底圣神降临的迄个圣神充满的情形，就开始伫咱的教会做工，伫咱的软弱，伫牧师的欠缺，也因为看到上帝的工作，牧师伫过一个礼拜日，伫5月初1的讲道篇，牧师用这个做题目。主耶稣，愿将教会交行你的手中。主耶稣，求你掌管。迄日的礼拜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，愿将这堂教会交行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来掌管。30年来，上帝敢有对咱的教会收回伊的圣神？30年来，咱检查无过再亲像4月24日安尼经历着遐尼大的改变。因为当时咱有真侪人有软弱有欠缺，所以上帝用极其明显的圣神的工作，伫咱中间来做工。虽然今仔日咱的教会渐渐无看到迄个外表的圣神的工作的效果，但是上帝无对这间教会收回伊的圣神。我要感谢上帝，伫咱这礼拜顶礼拜的选举的中间，我要感谢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非常的心重迄个选择的礼拜日，所以无论有来无来。咱的教会总共有将近200个在职的会员，伫这个会员的中间，所有兄弟姊妹拢真同心合意，心中无来一定甲牧师讲，牧师我因为有缘故袂当去，伊一定有请假。迄日来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真认真同心来选出来，伫将来4年新的阶段的中间。如果你若是关心教会属灵的体质的人，你看到受选的人，你会甲我同心合意讲：主啊，愿看到上帝你伫这间教会，实在你的竞选奇妙，超出人的心意。我看到受选的人，我看到参选的人，我看到兄弟姊妹，咱有一个四正的基督徒参与教会的决策迄种的态度。我嘛看到，伫这个过程中间，连咱的囡仔，伊嘛知影什么是好的方式，什么是无好的方式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就亲像1994年5月初1，我会记得，我一定会记得，因为迄日的礼拜太特别。我甲兄弟姊妹讲，以前我是恁的牧师，以前我讲道的对恁讲道的内容，是一个我感觉。我相信，我咧讲道的中间的内容的见证，拢是我感觉，我相信。但是经历着圣神了后，我甲兄弟姊妹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甲恁分享讲，我看到上帝，我拄着上帝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毋是干那做恁的牧师，同款30年前我的同款的心意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来做兄弟姊妹，咱来做同学。咱伫真理甲画面中间，做伙认真的学习。兄弟姊妹，圣经讲，行头前的人无一定先到，在前的必将在后。相信主的人，伊无拄拄会通真正完完全全100%有肯定讲，伊是一个愿意互上帝改变，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所以圣经才提起咱，在前的必将在后，在后的必将在前。愿天父上帝纪念咱中间每一个人，因为我相信，伫咱教会中间的每一个人，拢受咱尊敬，咱嘛拢渴望，咱对这间教会有贡献。我嘛相信，咱无论做大事小事，咱一定拢出伫为着互教会更较好。但是，咱的心意是好，但是咱的方法无一定是正确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互上帝掌管。
上帝掌管是一个足要紧的信仰的精神，意思就是大事小事上帝做决定，大事小事都问上帝。上帝啊，如果那是你会安怎来带领这间教会？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这间教会的主权交献给上帝。所以今仔日我邀请咱读两段圣经，一段是以赛亚40章，伊讲上帝要做掌权的上帝，伊要用大权能的手，甲咱安活，亲像羊仔囝，甲咱安活，抱伫伊的形情来做咱的牧者。以赛亚40章咧讲起上帝掌权，以弗所书第4章伊咧讲起一个成熟的教会，以弗所的教会。是上帝所设立一个成熟的教会，上帝要用这间教会来成做耶稣基督的身躯。众人要伫这个所在，因为耶稣基督会听、成长、受起造、长大成人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出入伫这间教会，就是表明咱认同这间教会。咱出入伫这间教会，就表明咱真正甲这间教会当作咱的家庭同款。所听的姊妹，那既然是安尼，咱更加应该好好将这间教会放伫咱的手心的内底，恭恭敬敬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将教会交向你的手中。愿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向前行。30年前过去，上帝的圣是无离开咱，伊犹原伫咱的大事小事顶悬圣神的做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教会中间，长大成人。保罗讲到以弗所的教会，伊讲：恁无搁再亲像囡仔，恁伫各种的假释、各种的理论的中间，恁无受摇动摇错漂流，恁无互外口人的诡计来蒙骗，恁嘛无互人错误的假释甲法术来影响。保罗学了以弗所的教会。保罗看到伊心所爱的教会，因为保罗捌伫这个教会一段时间，甲因做伙生活，甲因做伙成长。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教会，伊心心念念、思思念念，拢纪念这个以弗所的教会，因为伊是一间足特别的教会。以弗所书总共短短6章，基本上伊会当讲起是一间咧起造教会的一本神学的手册。保罗讲到以弗所的教会内底有真侪话甲关系起造教会，拢有同款的精神真理伫咧内底。伊咧讲起教会应该帮助信徒，无搁再亲像一个婴仔，永远食奶袂大汉，无搁再听到外面耳空轻，受摇动、受蒙骗。教会应该好好保守。无互错误的主张，无错误的言论进入到咱的内底。有真侪人讲，今仔这个教会是2000年前的教会，已经退流行，对时代袂着，我袂讲。福音永远不变，时代在变，但是教会传福音的方法会改变，但是福音的内容永远袂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一间久久长长的教会。我要邀请咱，甚至用较客气的话甲咱讲，拜托咱尊重上帝，好无需邀请恁，甲恁拜托，永远会记得这间教会是上帝的。这毋是阮兜开的干仔店，所以我离开我袂唔甘，因为我相信上帝伫逐时代会差遣伊的工人，甲恁同工。牧师受应聘是来甲恁同工，恁受竞选是为着要顾家，中职受竞选是为着要照顾上帝的家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永远的记得，德堂教会有一个主张，就是上帝永远伫咱教会掌权。恁有阿们吗？兄弟姊妹。互上帝掌权的意思，就是无搁再我做一个啥物主控权的人。一个社会、一个团体常常会出现迄种真高主张，用伊的意见要自控、要控制、要影响别人的主张。
迄种的思想，毋是民主的思想。民主的思想是参详，是讨论，是同工。若要用人控制人，迄叫做专制。愿上帝伊永远伫咱的中间来掌权，我嘛深信，得时不得时，对古早、今仔日到将来，我所相信的上帝，其实我也未来，伊就掌管这间教会，恁相信吗？所以连我甲陈牧师来到咱中间，嘛毋是偶然的代志，嘛毋是阮竞选的啦。或者我坦白甲恁讲，其实我毕业的时阵，我无选择要来咱德堂教会。阮伫祈祷中间，我甲陈牧师，阮下一个愿，阮想要去平湖。但是上帝为奇妙，上帝掌管这间教会，所以既然上帝甲阮安排伫这间教会，阮就无提示伊安置阮伫这个所在。我甲你讲，我的感觉，这30年，我亲像牧师仔囝，我的爸爸甲我带入来到礼拜堂，伊甲我讲：阿生，你安静坐伫遐做礼拜。我的爸爸就伫教会内底主持礼拜。30年来，我一直感觉，我的骹脚片后壁这个上帝，就亲像我的爸爸。我是亲像囡仔坐伫礼拜堂中间，这30年内底，我看到伊赏赐感动，我看到伊的手伫这个所在修剪葡萄园，古代的树枝伊家剪掉，良币驱逐劣币。你若欢喜做，上帝就用你；你若无欢喜做，古代的树枝上帝是会修剪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同心合意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牧师甲阮提醒，其实牧师无甲阮讲，阮拢知你是教会的头，阮愿意。愿天父上帝点伫即间教会，咱的教会捌有受伤，就亲像即只船，伫船的内底有一个 trouble maker， 就是迄个啄木鸟。迄个啄木鸟伫逐所在，伫迄只船的顶悬做真多会破空，但是若有主伫我的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主只我敢是有一条时光是安尼，有主伫我的船的内底，我就无惊风影。兄弟姊妹，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咱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心，拢亲像一个上帝福音的船，你的船上帝要甲你同在。阿门嘛。愿这个天父上帝甲咱同在。今仔日的圣经安怎讲？今仔圣经有2段，伊包括金句3段，拢是咧讲起上帝掌权这个主题。咱安静来听，安静来读。以赛亚第40章的第10节，伊讲上帝要伸出伊大权能的手来掌权伊的百姓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伫咧。以所书第4章15节。嘛是咧讲起耶和华最头，耶和华独独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这2段话的意思。愿咱伫夜面前，咱纪念30年，这就是30年前的周报。牧师佮佮伊卡笔出来，要甲咱分享。30年前，上帝伫咱极其软弱的时阵，上帝伫咱的中间做真多圣神的工作。我会记得本入长老娘，嘛是一个常常圣神充满的人。我会记得小美，那大概咧做礼拜时，圣神就伫伊内底。有的人所需要的是一个内在的医治，有的人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得到上帝的充满的时，伊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的充满是何等的甘甜，灵命成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同齐搁一届，就亲像30年前的礼拜，咱将教会交献给上帝。咱甲主讲：主，你伫阮中间掌权。主掌权有3个真要紧的功课，我先讲结论。第一，上帝掌权的意思就是无搁再用人的主张做教会的头，所以带头的意思就是上帝以圣洁的工作。上帝伫伊家己的教会。逐世代拢为伊美好的旨意，有伊的计划，你相信吗？伊毋是敢若互曾牧师甲陈牧师有感动，
上帝伫将来要继续伫这间教会内底，赏赐咱新的种子，有智慧，有能力。我感受过去伫我身边的少年人，今仔日因已经做大人，因对真侪代志的判断有正确的主张，嘛有能力。所以我毋是讲我有安心目睭闭啊，毋是迄个意思。我有一种的感动，就是上帝伫咱中间一点一滴，要建立伊的教会，要掌管咱的教会。第二，上帝掌管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互耶稣的听，伫即间教会做建筑的工作，伫主耶稣基督的听，出入伫即个所在的人，因要得到帮助。但一个咱的一个细汉囡仔来咱的教会做礼拜，我先甲咱讲，伊的名叫做林雨晴，晴天的晴。伊只有3岁2个月，伊住伫桃园，但是伊有一个阿姑，即卖伫喜乐保院，叫做林黄晨。因的家庭是已经信主的家庭，黄晨的妈妈甲黄晨做伙伫德登教会洗礼，但是因为因住伫桃园，所以因拢伫桃园教会做礼拜。但是因常常伫咱的教会直播礼拜中间，参加咱的晚祷会，参加咱的主日主播。但这个3岁的囡仔，伫看到教会直播礼拜的时，也会看见异象。我无真清楚了解伊阿嬷所甲我分享迄个见证，但是伊讲，牧师，我的孙仔已经有2届有迄种的表现。我真盼望伊会当倒去德登教会，亲像我甲黄晨伫圣殿内底，你甲阮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这就是圣神的工作，要互人伫耶稣基督的手，伫耶稣基督的听，来得到安慰，得到医治，得到中大。所听的姊妹，有时上帝要用你的手，你相信吗？你敢愿意互上帝用？你讲牧师，我是一个含慢讲话的人，你毋免真贤讲话，因为常常贤讲话、喙齿起来的人，常常毋是甲代志做好，反倒当是弄巧成拙。你只要为人祈祷，你若感受到人的欠缺软弱，你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无法度为伊做什么，但是求你帮助伊，求你帮助伊。第三，要做教会的中职，爱明白圣经内底有一种的道理，叫做为首之道，做头人的道理。你讲牧师，圣经敢无安尼讲？有，但是我读互你听。因为耶稣讲，恁人中间有人要做头，恁就做正人的奴仆。恁会记迄句话无？耶稣足清楚的，伊甲咱讲，伫教会只有独独上帝是掌管的人。你若要做教会的头，恁就认真服侍；恁伫正人的中间认真服侍，恁就受教会兄弟姊妹的委托竞选。我发现咱中间伫即届选举中间，有几个人，伊毋是真敖、喙水好的人，但是这姊妹拢是一个默默的、点点咧服侍教会的人。主敬这的人咧，甲咱讲一句话：恁中间若有人要做头，恁就做奴尾，做奴仆。愿天父上帝伫咱中间将这道理讲互咱听，咱静静来听。牧师阁读一摆这个圣经的经文，以赛亚40章第10节。上帝通过以赛亚劝勉伊犹太人讲：看，主耶和华要亲像大管灵的降临伫恁的中间，伊的手的确要掌管。兄弟姊妹，你通换手伫你的心讲：主，你掌管我的心。我是一个高骄傲的人，我是一个有血气的人，我是一个有傲气的人。
有些人有傲骨，有些人有傲气，但是有啥物差别？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，咱甲主讲，主掌管我的生命，我无啥物通夸口。愿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来做工。第二，以赛亚40章11节，伊讲上帝要亲像牧者，顾伊的羊群，伊要用手按我。这个白话字汉罗圣经、罗马字圣经讲按我，按的意思就是换手我该抱我来，按我羊仔囝，抱伊伫行前。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伫遮，求你按我的心。有真侪我有话讲袂出嘴，有真侪我的内心求做一回。主啊，求你换手伫我的心内，按我，互我受到你的顾守。这就是上帝掌管的意思。伊讲伊抱咱伫伊的行程。咱教会有100度，最近向虎调去啊，因为咱后壁离开，定心阁洗酒啊。咱礼拜堂后壁脚车片内底有100度，恁会记100度是啥物度吗？就是耶稣抱一只羊仔囝有无？伊身边有一只乌的，一只白的。耶稣该无抱一只白的乖的，耶稣该抱一只乌的。迄个画图家真有心意境。伊讲耶稣将迄个软正的、高怪的，检查是一个流浪的迄只羊仔囝。耶稣拢共款听因。咱的教会将100度摕倒来画伫咱的壁顶，这就是咱的祈祷。咱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所有进入这间教会的羊啊，阮的兄弟姊妹，阮的朋友，因拢要伫这个所在，互你疼惜，互你甲伊安活，甲伊抱掉咧。求天父上帝伫咱中间会记日。以弗所书的第15章第4章的第15节，伊讲什么？伊讲点伫真爱讲诚实话，在爱中说诚实话，互信徒伫教会内底用听讲诚实话。伫万行书顶悬，上帝做工，教会渐渐大汉，就亲像红鞋啊，一枚大一寸。上帝互伊家己教会渐渐长大，丰盛大汉。最要紧，耶稣伫这个所在最头人、最领头羊、对大牧者。耶稣是教会头。所听的姊妹，无论你我有能力，无论你奉献偌济，有的教会奉献济的人拢讲话大声，伊拢爱伊的主张。连牧师拢听伊的，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我看见有几个我真尊敬的长老，因拢常常是教会内底奉献上认真的人，但是因却是常常真安静谦卑。其中一个就是咱的教会买这个土地奉献予德堂的人，一个做林老秀霞姊妹，活到100岁。伊的先生是无方林家的人，伊的先生毋是基督徒，但是这个老秀霞姊妹是台南老家，嫁来伫台中。听讲伊出嫁的时阵是包一只台铁的火车啦，规列的火车安尼上订来才结婚。这个姊妹摕伊的钱买这个土地，上帝甲伊分别做圣。这个土地是伫蒙阿波边啊，即摆逐个人拢无爱蒙阿波，对毋对？但是真奇妙，1952年因买即个土地的时阵，咱教会边拢是，我来的时阵有当时啊吓惊遮厝边的囡仔，伊讲牧师啊，恁住伫遮会惊无？我讲晚上都可以看到树上有飘的白白的，伫咧树啊顶啊骹海咧啊动海，有影无影？无影啦，牧师黑白讲，一支喙好蕊蕊。但是上帝我一个感动，伊要将这个蒙阿波收回，都要互活人用，合理吗？原本是蒙阿波互死人用，但是上帝讲有一日，我要甲伊摕倒来互活人用。哈利路亚！今仔日咱的厝边有2架外的公园，所听的姊妹。
咱也未来真正，上帝就定着这个土地是分别最圣的土地。林老秀华姊妹，上帝予伊出真侪好的子孙，毋是搞趁钱，是有敬虔的信仰佮谦卑。有一摆咱牧师甲本日长老做伙去台中来感谢这个林老秀华姊妹的事，因为伊甲我讲，牧师，请你来一转。我知影伊若逐摆敲电话讲，牧师，请你来一转的时阵，是伊有想要甲教会奉献。我去的时阵，对心中甲伊感谢。伊的后生拄对日本倒来，伊讲一句话，互我足感动。伊讲，牧师，你千万毋通甲阮感谢，这是上帝的钱，上帝摕倒去用。愿恁出好子孙，有能力通奉献，而且佮奉献了水开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毋是乞食，需要咱奉献。咱的奉献是一种荣耀上帝的行动，恁知吗？我的上帝毋是乞食，我无需要伫讲台顶悬甲恁鼓励，恁一定爱大大奉献。但是我要邀请咱，将你的生命献给上帝，因为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机会。上帝看咱会起，才要经咱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做伙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愿你主耶稣基督伫阮中间，真侪教会的肉粽头做头带阮，互所有的百节三接应，互伊。大家体该人的运动，大家体就是讲各尽其职啦。每一个器官、镜头啊，虽然拢黏黏做伙，但是拢有伊的啥物该人的运动。咱伫这间教会绝对不是偶然，有受选做中级的人，嘛是一个功能。做一般的信徒兄弟姊妹，咱嘛是一个功能。无伫看清家己。也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所听的教会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伊的身躯渐渐长大，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受起造，好不好？兄弟姊妹，你的听就代表主耶稣。咱来教会一个实践，咱伫主的内底彼此相听的一个上具体。咱若袂通听教会兄弟姊妹，咱要安怎讲？咱要代替耶稣基督去听伊个厝边徛外口的人，对毋对？伫教会内底，咱若彼此讲话，若袂当真正互相体贴、互相尊重，咱要安怎讲？我要代表耶稣基督，将这个听的福音传互咱厝边头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间教会中间，这间教会对古早、今日到将来。做听永远无离开咱。咱中间若要做头人的人，就要做正人的奴仆。这就是第三个，今仔日我要甲咱提醒的信仰的观念。伫教会内底做中级的人，毋是出主张、设意见，牧师你去做。我有几摆培灵，互我真尴尬。去到培灵的中间。伫培灵前、培灵后，中间甲我做伙食饭，然后伊就问我一寡伫你教会应该有的主张甲态度，伊问我讲牧师你的看法是怎样？我头也无明白伊是安怎该问这个问题，但是后来当我离开了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因咧要求因的牧师离开教会，因想要换牧师啊。我感觉真尴尬，伫迄个时阵，一个教会家己若无法度伫听，甲真理的原则内底来照顾好教会，你毋好阁去叫人来培灵，你害死迄个培灵的牧师足歹的。主啊，怜悯啊！恁会记得耶稣伫十字架顶悬讲一句话：主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。因毋知，愿圣经讲互咱知，愿主讲互咱知。
愿咱伫伊诶话，伫伊诶教会三项代志。第一，咱定心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等一个奉献的时阵，毋是干那奉献金钱。拜托你将现金放入现金袋的时阵，你嘛甲上帝偷偷啊讲一句话，就这个金钱毋是干那金钱，伊嘛代表我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主我将我家己交献互你，愿主对你的手中接纳，甲你还手，甲你祝福。就亲像伊将迄个五块饼两尾鱼，主耶稣来摕起来，主耶稣看天顶，看上帝，主耶稣伫迄个所在祝福这个饼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心甘意愿，甘愿做，欢喜做，甘愿受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愿你掌权。愿你掌权是一种真要紧的信仰的精神。伊的意思就是，上帝你做头前，我对你后边。但是教会发生问题的时阵，常常拢是人要徛伫头前，上帝头前。虽然有祈祷，但是上帝主边主张是放伫脚趾边后边，因为已经决定伊要做甚物。上帝掌权的意思是讲，上帝，我无计较，我独独对你的脚步行伫你后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一生，毋是干那伫这间教会内底做中级，需要有这种的主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。这是咱的主张。我的一生何去何从，伫上帝手中。这句话是我对咱台湾一个老牧师，叫吴文trí牧师。吴文trí牧师是早一辈伫日本时代足优秀的台湾的东部传福音的牧师，其中一个叫做吴文trí，一个叫做陆先春牧师。这个人两个牧师将近开拓加起来100间的原住民的教会。这个牧师会晓日语，这个牧师会晓英语，这个牧师会晓汉字。所以，伫当时换朝代日本时代离开的时阵，新的时代，伊是一个上界有能力，伫社会中间做国际贸易的人。所以有真侪人甲伊介绍去商社做这种的工作。伊甲伊讲：“我感谢你会提拔，但是我是上帝的奴仆，我无经我要去对服侍的权利。”这你有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我咱的气质，你我咱的人生，你我咱的主张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敢管你讲主？你伫我一生中间，你掌权，你做决定，你愿意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为你的囡仔祈祷吗？主，我的囡仔求你教示伊，你掌权伊，毋是伊主张要做啥，毋是伊主张要去倒，是主啊！你伫伊的人生中间，你赏赐你的灵敏、你的智慧、你的选择。所以你伫我的囝儿的人生，今仔圣经讲，伊要亲像大牧者安活伊的羊仔囝。主祝福咱，主祝福咱，靠代代无尽，阿免嘛。主祝福咱，教会的主权不在伫人，所以毋免讨论讲。到底是牧师讲较重要，还是长老讲较重要？这毋免讨论，恁知影。上帝圣神、圣经的原则，就是咱最主要，毋是参考，做决定的根据。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我要问咱：恁中间什么人？恁感觉？恁咧做属灵的判断已经有够加清楚？今日圣经讲，治罪会当测度上帝一心。所听的姊妹，你了解上帝爱啥吗？所听的姊妹，你了解耶稣基督爱啥吗？无人啦，这句话其实是讲，无人会当了解上帝的心意。
但是安尼，咱都要安怎？咱就青梅找青梅。主耶稣甲咱讲：你免烦恼这，因为我的圣心要踮伫恁的内面。你这个时阵虽然无了解，但是我的圣心若踮伫恁的内底，恁就了解上帝所蕴藏一切奥妙的事。今仔日读这段的圣经，最主要就是为家己的心做准备。主啊，我虽然是一个未了解的人，但是主，我安静听，你伫我中间掌权。我伫新人有机会做老师，我回想我伫新人院内底所教所讲，我回想我伫咱中间所学的功课。我感觉36年来，我伫德登教会哪像个土法炼钢，有感动就做啥，有感动就做啥。但是兄弟姊妹，恁当笑牧师讲，你拢无策略，你拢无计划，你土法炼钢。后来我才感觉讲，这不是土法炼钢，是一路不是偶然，上帝圣神同在咧带领。兄弟，你嘛会感觉你的人生中间可能唔知影头前的路要安怎行落，只有顺一个感动，土法炼钢向前行。兄弟，迄唔是偶然，这就是圣经所讲，圣神踮伫人的内心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11节，伊讲当圣神就是对天灵来，上帝的灵来踮伫人的心内，人就明白家己的事，人就明白天顶上帝的事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但是圣神就将上帝自古以来蕴藏的奥妙讲互咱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，安静听，认真读圣经。顶礼拜陈牧师甲咱分享，咱做伙来才做一个读圣经的基督徒，因为所有的原则拢写伫这本的圣经内底。咱咧讨论检查有意见无共款，因为咱看代志的角度一定无共款。但是务必要以圣经为我们的根据，好不好？咱咧讨论，咱提出主张，咱强烈的要求，咱来对到圣经内底讲，甲对方回事来讲。虽然我讲话较大声是我的情绪，但是请你原谅。因为我的讲话主张是因为我感觉圣经这个原则真重要，主帮助咱，互咱无失去彼此的尊重。当咱唔知要怎样做的时，兄弟姊妹，有可能伫你的人生中间会拄到无人通参详，恁敢捌拄到这个代志？真有可能伫咱人生中间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是找无人通参详啦。因为你唔知什么人要互你上正确的这个参详了后的决定，但是迄个时阵就是祈祷的时阵，恁同意吗？甲上帝参详，伫将来咱的教会检查要有一段时间，新的牧师、旧的牧师的交接，但是你唔免惊，咱唔免惊，上帝不需要交接。对吗？当咱不知所措的时阵，问上帝，求天父上帝帮咱，互上帝当家做主，互上帝圣神带领。这就是牧师甲咱提醒，神掌权的教会，神掌权的教会就是神当家做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圣经中间捌指责假傲的人，伊讲我看这个世间中间最悲哀的代志，就是什么代志？就是错误的掌权。人类的社会中间最大的悲哀，就是选举选唔到人啦。你都要忍耐3年、4年。这个世间最大的悲哀，就是掌权的错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。耶稣学生讲，听上帝的较重要，还是听人的较重要？圣经足清楚，恁看有清楚吗？上帝掌权是听上帝话较要紧，还是听人的主张较要紧？
彼得甲约翰讲：“恁家己想就好啦。”彼得嘛无甲你讲，你听我的啊。约翰嘛毋敢安尼讲，伊讲是听上帝，还是听人？咱做爸母嘛毋敢甲囡仔讲，听恁爸的。啊，你若讲听恁爸的，恁囝嘛讲，我咧插插你的。哦，这个世界已经毋是威权的时代，但是还是可以讲真理，对吧？是上帝的话，所以上帝讲，这个世间有一寡人，因有着心，但是因无照圣经的真道、真知识。这个真知识，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按着真道，按着上帝真正的话。因为人否定上帝的义，想要用家己做义，因无服从上帝的道。求天要上帝帮助咱的教会。咱谦卑学习，一代比一代较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会记得信仰的精神关过教会的精神。有人问我讲，牧师，你敢知影啥物叫做法规？真闹开。互人问讲，你敢捌法规？我点点。信仰的精神比法规较重要，恁敢有同意？因为教会所有的规矩是对圣经来啊，不要本末倒置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第二，原来为着教会祈祷，咱甲主讲，主伫这间教会，我除了奉献钱以外，主求你用我的心来成做别人的帮助，互这间教会伫3天的中间受起做。耶稣要问你讲，你爱我更深吗？你若常常读这句话，你若常常读这句话，我相信唔免人改变，你家己会改变，因为圣神会改变你。一个爱上帝、一个听上帝的人，伊才有能力通听别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爱主多一点点。今日这牧师甲恁邀请，不要很多，慢慢踏出一步，一点点的一点点，你就会慢慢有一日，你就全然的爱耶稣基督。你相信吗？从今天开始，爱主多一点点，你的生命要因为这个行动，你被主耶稣基督、耶稣基督的疼充满在你的心内。愿主要上帝帮助，最后，互咱的教会学习做萝卜，伫这间教会内底，QQ 啊做，目睭金，看到什么，咱就讲，上帝我来就好，上帝我看到啊，这项代志我来做就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真做人人服侍的教会，好唔好？愿咱伫这间教会内底是一间人人服侍的教会。我要感谢恁，特别是姊妹。咱的教会当30几年爱餐，我知影这是一个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有的人袂晓煮饭，伫厝里内底嘛可能无咧煮饭的，但是伊讲牧师，我来做水脚的。以前我嘛捌听过水脚这句话，但是伊讲牧师，我都袂晓煮菜，我就来倒看灶台，菜若倒洗。了后碗盘倒收，天父上帝听咱，天父上帝用咱，互咱的教会一间人人服侍的教会，互每一个人可以变咱的亲人，互每一个来到这间教会的人客，因来了后，因就舍不得走，好吧？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教会有这种的气氛，也有这种的欢喜慷慨。主甲咱三个地带，咱同心将教会来交献给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欢喜将教会，搁一摆交献伫你的手中。主耶稣，你是教会的头，这个教会是用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。主，阮真
欢喜你甲阮带到这个所在，因为阮中间有一半的人无住伫德堂，但是你竟然带阮来到德堂，伫这个教会来成做一个大家庭中间的一份子。主，这是阮一生中间一个足大的恩典。我要为着你家己的教会来恳求你，你的圣神鼓动点伫这个中间。哦，既然进入这个教会的人，因的性命就互你摸着，毋免听牧师的讲道，毋免听人的口劝。进入这个教会，阮就知影讲，来对的地方，伫这个所在有一种无共款的气氛。这就是上帝你同在迄种圣神的温暖。主愿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应得上帝的听。圣诗343首，咱着信靠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一切
孩子请坐，只是请准备心来奉献。孩子请坐，平安礼请陈牧师。咱来用这条诗歌为着咱的教会祈祷，求主耶稣用伊的听起做伊家己的教会，也为着咱的生命祈祷，求主用伊的听来改变咱的态度，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所听你为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软正的时，你用你的听来扶持阮；伫阮失志的时，你想出圣神来帮助；伫阮目睭雾无明的时，你用你的光来引带阮，主，阮伫即间教会得到主你的怜悯，阮深深感谢你。不但伫即间教会，因为你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
你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追求你的人。愿主你踮伫阮的中间，享受你的疼，诚做医治的溃烂，诚做宣告的行动。也愿天父上帝，即间教会伫疼的中间受起造，主照顾阮中间，袂通来到阮中间，因为因的身躯软正破病的人，或者伫远远的所在，求天父上帝照顾阮中间，阮的长辈。的士大人，互因伫上帝你的圣性的中间，因的心有满足的喜乐。主互因出入有平安，照顾阮中间出外的青年，无论因伫国内、伫国外咧做兵，也伫工作。愿天父上帝互阮的青年，因伫即个充满引诱的世代，伫即个充满引诱的社会，因得到上帝你圣性的保守，有圣性的溃烂，因过圣洁的生活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将所有需要你的活命的阮兄弟姊妹仰望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供应者，你也是阮活命的源头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请总长老来头前，好不？咱来为总长老祈祷，吼。总长老，咱来祈祷。总长老这礼拜拄去检查身躯，吼。感谢上帝，互伊伫住院了后恢复。咱来为着总长老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你的奴仆，伊的身躯欠安，伊去病院得到医生的帮助。我们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通过长期的照顾，伊会当恢复。我们伫你面前恳求主，你怜悯你家己的囝儿，互伊伫年长的时，伊的身躯检测有变化。但是伊的信心，上帝你的灵，搁较深来充满伫伊的内底。主，愿将阮的老长老交伫你的手中，求天父上帝，互伊即个老是诚侪经验的丰盛，即个是诚侪一个上帝你圣性搁较充足踮伫伊的内底。愿用你的性命来祝福伊，互伊诚侪上帝你过去的器具，照顾伊软正的身躯。愿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我所有性命，阿门。耶稣听你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吼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。咱来为着这生日的人来祈祷吼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为着林正一、洪静怡、徐成瑞、庄玉茹、江雅爱、郑义珍。郑怡珍、张长兴、陈文吉、陈彩华、庄安娜，主家的出外姊妹以及喜乐的姊妹兄弟，阮要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纪念因，阮为着因的生日来恳求主你施恩祝福，主你下手伫因的灵的内底，互因伫生日的时仰望你的事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恩惠来充满伫因生命的杯，愿将因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自对因讲话，也伫过来一年，主你的圣性甲因同在，陪伴因行稳定的路，伫主你所享受的道路顶悬，会通诚做一日每一日拢有奇妙、有平安甲喜乐。所以将这生日的人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甲因三个地地，祈祷我给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好。有新来的朋友吗？来，我是甲你祷告。你坐伫遐牧师拢袂热嘞啊！恭喜哦，哈，一个新的机会的开始哈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要恳求你祝福赐恩。阮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。伫伊过来的工作，伫伊的人生顶悬，主你甲伊陪伴，主你互伊抬头仰望你。主，我们要的不贪心，我们要的是最好的生命。因为主耶稣你有应许，你嘛鼓励阮，大大甲上帝特讲，不是最好的我不要，我们要追求那上好的福分。是上帝通过耶稣所享受阮的，愿将阮的青年交伫你的手中，祝你互伊伫人生的中间一个新的阶段的出发，满满的上帝你圣灵的大能与他同在。
愿恳求主你，互伊伫将来人生的道路顶悬有上帝你的奇妙的作为。主你，互伊紧紧跟随，快跑跟随。主，互伊伫人生的每一个脚步，拢会当活得亮丽，因为上帝你的圣心所带来的能力甲智慧。愿咱恳求祈祷我所有圣名，阿门。加油！上帝祝福你。好，咱甲咱报告一项代志，咱12月15有洗礼的礼拜，圣诞节进前的一个礼拜，咱的教会拢有洗礼。咱中间若有人有感动，恁备办心，来报名，甲已经报名，咱来请师傅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咱做伙来看周报。顶周聚会礼拜主日礼拜出席85人，现金6961块；主日学13人，现金820块。祈祷会出席4人。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下暗8点伫礼拜堂，查经班拜六下9点到下暗7点半伫线上。圣港服侍下礼拜私会请陈美秀执事，领事请妇女团契，司琴请杨依玲姊妹，书宪甲招待帮阮执事甲我本人。爱餐请姚丽芬姊妹，新安康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落去灵修。集体交通第一，德堂教会第504摆小会甲临时和会改选中职，结果公告，张落5名：林秋杰、陈英宏、陈忠胜、吴素基、邦冠；执事7名：张世昌、林万乐、陈美秀、郭玉玲、尤丽芬、刘雨生、詹文芬。第二，主日爱餐后举行定期中职会，请新受选的中职出席列席参加。请为着所有第三，请为着所有女仔兄弟健康甲生活来代祷，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，耶和华伊力温上加温。第四，为着生日，林正一、洪静怡、徐成瑞、庄玉如、庄雅爱、江雅爱、郑怡珍、张欣、陈恩智、陈彩华、庄安娜，请为着以上的兄弟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请过界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，第一，为着心心欠安的庄严、占达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、丹守、安吉兴、曾彦昌、丁丽华，以及为着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二，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林怡轩、刘玉明、庄爱玲、陈恩君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来富林教会、直直教会、德克达尔教会来代祷。以上，这是咱来吟上行圣诗508首，吟诗线，请陈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之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
会。